今仔日新闻头起先来看小汉光演习，今仔日煞稿，总统赖清德早起就去松山指挥部勉励官兵，嘛正式宣布甲国军加薪水。作战部队的基战士官兵是加了上介济，加12000块。不过这调整的金额，在野有员认为伤过少。 这是备战操演小汉光特别刷稿，总统赖清德日前前往上指部来勉励官兵，是到守护松山机场的部队，来自陆战66旅。对陆战队进驻松山机场，国防部表示，部队的战术位置是国家的机密，学者分析讲，解放军可能对台湾发动突袭，陆战队会当快速反应，执行反击港的任务。台湾会坚定地站在自由民主这一边。 坚定地站在反对集权并吞的这一边。像例如说，你们刺针飞弹这一类的，可以对付这个直升机，它还没降落的时候，我们就加以它最脆弱的时候就加以打击。那这样我们根本后续就不用考虑接战的问题，直接将这些直升机击毁。现场展示的装备包含2.4孔机炮，也有红准火箭弹、车阵飞弹等单兵操作的反装甲武器，展现陆战队有高机动性、强大的反装甲火力。另外，赖总统也伫致辞时正式宣布，甲国军加薪水，4月7日生效。少校以下军官与士官、士兵是作战部队的主力，将从1万元调整为15000元。志愿役官兵待遇调整的部分，志愿役加级增幅是少校以下5000块，中校、上校4000块，将军3000块，战斗部队加级第一类加7000块。 第二类加4000块，以作战部队的基战官士兵上济加12000块。赖总统强调讲，调整国军待遇需要严谨讨论，绝对不是无限度的化解。赖清德总统说什么加薪要有感，不仅无感，而且还让很多人现在吵着需要退伍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复议会坚持国军志愿役加2万块的版本。这些福利跟待遇的提升，也符合许多友邦不断的在建议，希望我们把我们的国防预算提高。那我在这边呼吁，希望在野党能够支持这样子的做法。针对赖总统化成在野党重新思考冻结台调国防预算的影响，国民党团强调讲，长水南国责预算1仙都无抬。对此，国防部副部长毕鸿辉表示，若准需要特别提出追加预算，国防部会甲立法院沟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